50萬買到日本一間大屋，係咪真係咁筍？好多想移居日本，又或者係想喺日本置業嘅朋友，見到呢啲標價，第一個反應就係：哇！呢個價錢喺香港連廁所都買唔到啊！但係喺日本就可以做地主。我今日呢條影片唔係教大家點樣喺日本買樓發達，我想講嘅係喺日本置業唔係一門升值嘅生意，更加似係一份長期嘅生活合約。如果你用香港嘅升值邏輯去套落去，你就會覺得好唔合理。但係如果你用生活嘅角度去睇，你就會覺得哇，所有嘅嘢都會明晒。こんにちは，吉ママです，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我係香港人，今年移居咗嚟日本第6年，咁而家就同日本人嘅老公啦，咁同埋2個仔，仲有我奶奶咧，咁我哋一家5口就住喺日本嘅新潟。我哋而家住緊嘅一戶建咧，係我老公喺20年前咧，咁就全新嘅屋咁買落嚟嘅。當我移居咗嚟日本冇幾耐嘅時候咧，咁當時 Yoshi 爸爸同我講咗一段令到我覺得好震撼嘅説話。佢話如果可以翻轉頭，佢未必會買呢間屋，因為買屋等於買咗一個甩唔到身嘅債。一個土生土長嘅日本人點解會覺得買屋係一個束縛嚟嘅呢？咁而作為香港人嘅我，面對一間會貶值嘅屋，我又係一個咩嘅心情呢？咁今日透過呢條影片咧，我會同大家拆解日本置業買完先知嘅5個長期成本，再俾大家一個清晰嘅決策方法。觀眾朋友，如果你係想移居日本，有意喺日本置業嘅話咧，咁呢條影片真係關乎到你嚟緊10幾20年嘅資產同埋生活，咁你記得要睇到最後啦。咁首先，外國人喺日本置業咧，就算你唔係日本人，就算你唔係住喺日本咧，你都可以買嘅。日本咧冇限制外國人喺日本置業啦，咁同埋產權咧亦都係永久嘅。咁但係都有好多人擔心呢個簽證嘅問題。咁有好多人會諗，萬一簽證出現咗問題咧，你要翻去自己嘅國家。咁間屋可唔可以放租呢？咁答案係得嘅，但係個成本都幾高。咁你唔住喺日本，你就要去揾呢一個納稅管理人去幫你交稅。咁你就要俾呢啲物業管理公司大約5% 嘅租金咧，去作為呢個管理費。咁最重要嘅就係咧，日本嘅租務法律係極度保護呢個租客㗎。咁萬一咁唔好彩遇到一啲衰嘅租客，而業主你又身處喺海外咧，咁其實你係好難去處理嘅。咁所以如果簽證出現問題嘅話咧，就唔係驚話要你層樓啦，你嗰間屋咧會俾人沒收，係驚你冇力去管理一個遠在海外嘅資產啊。咁同埋順帶一提，作為外國人可以喺日本置業，但係你買到唔代表你一定可以貸款。咁外國人嘅貸款咧，通常就會睇翻你嘅在留資格、你嘅工作嘅形態，你係一個正社員啦，定係你係一個自僱人士咧？咁同埋你嘅年收喺日本住嘅年數，咁同埋銀行嘅決策。一般嚟講，要借貸款嘅話咧，如果你係有配偶簽證啦，又或者你已經攞到永住權咧，咁就會容易啲。如果冇嘅話，咁你首期可能就要俾多啲啦，又或者係你貸款就唔會借足俾你。跟住就係語言障礙啦。咁喺日本置業啦，唔識講日文係咪買唔到屋咧？咁就絕對唔係。咁一啲大型嘅地產公司，咁佢都會有一啲識外語嘅員工。咁但係你要知道，所有嘅法律文件，咁其中佢嘅重要說明事項，咁全部都係以日文為準。地產經紀會解釋俾你聽。咁但係地產經紀佢哋嘅立場係以促成交易為目標啊嘛。如果你唔識日文，你對房屋周邊嘅地質風險，咁同埋一啲未來城市嘅規劃，咁對外國人嚟講咧，呢啲資訊就唔會有太大嘅優勢。咁我今年就踏入移居日本第6年啦。咁對於融入社區咧，我就發現呢度真係唔好抱有太浪漫嘅諗法，而係你要去明白呢一度嘅生活規則。咁其實日本嘅倫理文化咧，都係有一種無形嘅壓力喺度。例如你要跟翻呢度倒垃圾嘅規矩啦，咁又自治會又有佢一套嘅規矩啦。冬天呢度會落勁大雪噶嘛，咁你就有一個鏟雪嘅義務喺度啦。夏天可能又要去公園除草咁樣咯。咁Yoshi爸爸喺20年前咧，佢買嘅咧係全新嘅一戶建嚟嘅。咁買新屋嘅好處咧，就係佢會有10年嘅瑕疵保固，咁新屋就會住得好舒服啦。咁又唔需要擔心會有上手留低嘅結構問題。日本嘅房屋你買嘅時候咧，咁你就係買一個新嘅商品啦。但係當你一旦有人入住嘅時候咧，咁呢間屋就會變為係呢一個二手資產價格。咁甚至乎當你住咗20幾年之後咧，你成間屋就已經係變咗呢個折舊價㗎啦。即係好似我哋間屋咁樣啦。當然佢係依然係可以為我哋遮風擋雨，但係喺資產上面嚟睇，佢縮水個速度仲快過中古屋。咁如果你係諗住買呢個二手嘅 mansion 嘅話咧，咁你都要留意佢係有坑嘅。咁你要好留意咧，就唔係間屋入邊嗰個結構啊，個 design 係點樣，而係你嗰個大廈嘅管理。咁好多30年樓齡以上嘅公寓，嗰個修繕積立金咧，可能已經加到好貴，又或者根本唔夠錢去幫大廈做維修。咁對外國人嚟講，最驚嘅就係當你買咗呢一間二手嘅公寓之後，突然之間通知你，你要夾一大筆錢咧去做呢個大廈嘅維修。
咁所以對二手公寓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咧，你喺買之前咧，你真係要睇清楚呢一個會計報告。買屋買樓嘅時候要俾稅同埋俾手續費，咁全世界都差唔多噶啦。咁但係日本有一樣嘢你要留意翻嘅就係佢會有一個中期同埋長期嘅支出咧，係好明顯嘅。咁首先我哋講下佢中期嘅支出就大約係10至15年左右啦。因為屋入邊好多設備嘅設計嘅壽命咧，大約就係10至12年左右。好多屋企嘅電器，例如你熱水爐啦、冷氣啦、抽油煙機同埋換氣系統，即使唔係一齊壞，但係逐個壞咧，真係會好頭痛。咁當佢一壞咧，好大機會就整唔到啦，因為零件嘅供應可能都唔齊咧，你就要成部換。因為前年就熱水爐就爛咗，咁去到舊年咧個抽油煙機咧又聽到 飛飛嘅聲啦。舊年嗰個洗衣機又壞咗啦。當你一啲大件嘅電器開始壞嘅時候咧，哇！呢個支出真係又係好大嘅負擔。咁另外就係防蟻啦。日本木造屋防蟻嗰個藥效咧，大約就係5至10年。唔做唔代表即刻有事，但係當你一有事一中招嘅時候就好大鑊咯。咁另外長期嘅支出就係最貴嘅唔係你間屋入邊，而係你間屋嘅出邊。好似我哋新式冬天嘅大風雪，東京大阪嘅紫外線啦，呢啲自然嘅現象對間屋嘅外牆啦、防水啊、屋頂呢啲咧，其實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咯。咁啊，講翻 Yoshi 爸爸點解佢會喺20年後佢會後悔買咗呢間屋咧？咁當年佢買呢間屋嘅時候咧，佢會覺得呢一個係理所當然嘅人生路。經過20年之後，佢嘅反思就係當時係咪太早將自己鎖死咗喺一間屋度咧？日本嘅一戶建咧，間屋同埋土地都係屬於你。土地雖然係值錢啦，咁但係笪地唔識移動噶嘛。隨住你住得越耐咧，間屋亦都只係會越嚟越舊啦。整體嘅價值都只係會一直跌。覺得自己好似被鎖死咗喺新潟咁樣，佢覺得冇咗轉工搬屋嗰個勇氣。咁如果當初冇買呢間屋，咁佢就可以按照自己唔同階段嘅收入啦。咁佢想住邊就住邊。呢種流動性先至係真正嘅自由，呢一種資產被鎖死嘅感覺先至係佢最後悔嘅地方。同埋 Yoshi 爸爸就發現啦，咁當你用幾十年去供完間屋，你會覺得哇，終於可以安樂啦。但係到嗰陣時你就發現其實成間屋都夠晒啦。咁所有嘅設備咧，可能又要大換新啦。無論你係間屋嘅入邊啦，甚至乎你係間屋嘅出邊，佢以為佢供緊嘅係資產，係點知原來供緊嘅係一個要不斷投資錢去維修嘅一個負擔。咁同埋喺日本咧，買樓幾乎就等於負債，雖然利息好低，但係嗰種負債嘅感覺咧，就由你買咗之後咧，就到你供完咧，都跟足你幾廿年噶啦。咁所以以上嘅種種就係佢後悔啦，佢覺得當年冇諗清楚嘅結果咯。當我聽完 Yoshi 爸爸嘅諗法之後，其實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哎呀，人生邊有咁多如果但是，係咪？如果當年你冇買呢間屋，咁其實好有機會你都未必會遇到我噶喎，係咪？即係呢個係講笑啦。咁但係我作為香港人咧，我對於而家呢間屋咧，其實我自己嘅內心都係好矛盾嘅。對於喺我呢個香港人嘅 DNA 入邊咧，我會覺得買屋買樓置業咧係我 must do list 入邊必須要做嘅一樣嘢嚟嘅。因為喺我嘅觀念入邊，買樓咧就等於儲錢啦，等於抗通脹，等於資產增值。咁但係喺日本呢個諗法咧，你套咗入去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完全行唔通。因為日本嘅屋咧係隨住時間就會貶值啦，而且好多時候咧係呢個制度性嘅折舊。如果你喺日本置業，你係追求呢一個資產升值嘅，你可能好大機會會好失望。咁但係如果你係追求有一個 sweet home 啦，咁你喺呢度買樓，咁就絕對係俾到你租屋俾唔到你個安心感。咁而家香港嘅樓價都跌咗唔少，咁但係香港樓價嘅跌咧，好多時候係呢個市場嘅波動。咁但係而日本物業嘅跌咧，好多時候係你一個折舊嘅邏輯，係你一開始就要接受嘅設定。咁觀眾朋友，如果你衡量過，你都仲係好想要喺日本置業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聽清楚以下5點，地產經紀未必會同你講，咁但係當你喺呢度置業咗之後咧，你就一定要面對嘅嘢。咁第一個咧就係政府嘅長期固定資產稅，即係你間屋供完咧都唔等於完嘅，咁每年都會有稅單寄俾你，咁你要當佢係一個居住嘅年費。咁第二就係你間屋嘅醫美啦，你做外牆嘅維修啦、防水啊、屋頂嘅處理啊，大約15至20年左右咧，你就要攞一大筆錢出嚟就去做呢啲維修噶啦。咁我整理咗一啲價錢可以俾大家去參考下，當你去做唔同嘅維修嘅時候咧，你大概需要負擔嗰個金額係幾大，可以俾大家有啲概念啦。咁所以話咧，日本啲屋咧唔係貴喺你買嘅時候啊，而係你住落之後慢慢貴。因為日本房屋嘅制度係房價平，維修自己負責。咁頭先嘅價錢咧，只係俾大家去做一個參考啦，會因應地區、你間屋嘅大細同埋咧你嘅市場嗰個價錢嘅浮動咧，而要有所不同。就係頭先都有提過日本家電嗰個壽命，
日本嘅熱水爐、冷氣機同埋抽油煙機咧，咁通常嘅壽命就係大約10年左右。面對呢啲大型家電嘅替換啦，咁你平時真係要預備一筆嘅錢，咁當佢罷工嘅時候，你就要去做急救。同埋第四就係自治會同埋義務咯，你要跟翻人哋倒垃圾嘅規矩啦，時可能要去做一啲輪值，咁同埋義務產雪。咁舊年咧，同 Yoshi 兄弟同一間幼稚園嗰個媽媽咧，佢個老公就係做咗呢個會長啦。咁咧，當舊年咧落好大雪嘅時候咧，佢凌晨4點咧就要起身咧，就要去鏟雪噶啦，將人行道嘅雪咧鏟走咧，等大家咧起身嘅時候咧，出門嘅時候可以有路行啊！呢啲真係體力同埋心力嘅長期成本。同埋就係你房屋折舊嗰個真相啦。如果好似我哋咁樣住喺2、3線嘅城市，如果你喺呢度置業，最大嘅風險就係唔係你想賣就賣得到啊，因為呢度嘅流動性同埋需求性可能係會比你一啲東京、大阪呢啲大城市咧要嚟得低啊。喺日本咧有啲電視節目咧就會講啦，100萬yen就可以買到一間屋，現實上亦係存在嘅。咁但係呢啲咁平嘅房屋背後咧有個坑喺度咧，亦都係事實嚟嘅。好多時候呢啲房屋咧係再建築不可。即係話你而家可以住，你可以去維修，但係將來拆咗咧，可能就起唔翻啦。所以價錢平咧，未必代表一定係筍，因為分分鐘當你唔想玩嘅時候咧，你退出嘅成本會好高。咁講咗一大餐，同埋又俾咗咁多數據俾大家睇，咁大家最想知嘅會唔會係咁到底買定唔買好呢？我就總結咗3個最核心嘅建議俾大家咧，幫你去理性咁樣去思考決策。咁喺買之前，你要問下自己，其實你諗住喺日本住幾耐呢？喺日本買樓咧，你入門嗰個中介費同埋你個稅咧，基本上就係你嗰個樓價嘅8% 噶啦。咁所以手續費係好貴，咁再加上日本房屋嗰個折舊咧係好快。如果你買咗，你只係住咗5年又或者係10年，你就決定要翻歸嘅話咧，咁你買樓蝕嘅錢咧，例如差價同埋手續費，咁呢啲錢分分鐘多過你租樓。咁同埋作為外國人，我哋嘅變數係一定會比日本人多。例如可能我哋會有簽證嘅問題啦，到時可能要唔要決定回流啊，又或者係你仔女讀書嗰個問題啦。如果你只係租屋住，你就可以好輕鬆好自由咁樣就 say goodbye，你就可以離開啦。咁另外就係你置業嗰個目的，你買呢間屋，你係諗住用佢嚟保值啊，定係想等佢升值呢？如果係咁嘅話，你就一定要去考慮一啲大嘅城市啦，即係佢個升值潛力咧，咁一定係會比2、3線城市，好似我哋新潟咁樣咧，佢個升值嘅潛力一定係要嚟得高啦。咁即使你日本房屋嗰個價錢折夠快，咁但係當你嗰個地區係升值嘅話，咁即使你間屋舊咗，咁其實你整體都有機會會升噶嘛。另外一方面，你買屋嗰個目的只係想為你或者係為你嘅屋企人咧買一個生活品質啦，買一個好大嘅空間嘅話咧，咁你嗰個選擇就會多好多啦。咁最後一樣就係你係諗住喺日本度過你嘅退休生活嘅話，咁如果係嘅話，你買屋其實係買緊你一份老後嘅保障。喺日本好多業主其實就好驚要租屋俾一啲70歲以上嘅老人家啦，咁因為就好驚老人家可能一個人喺屋企，突然之間有啲咩事孤獨死，咁成間屋就變咗空宅啦。又或者係驚佢哋冇收入冇錢交租啦，咁又或者係驚佢哋年紀大冇記性，可能開着咗個煤氣，開着咗個喉喺度煲緊嘢都唔記得咗熄火。咁所以老咗之後，如果你租屋就會有呢啲隱憂。咁但係如果你有你自己嘅物業嘅話，咁就有一間屋係可以幫你遮風擋雨，亦都唔使驚俾業主趕走嘅一個保障。咁講到最後，喺日本置業係咪一個明智嘅選擇？其實呢樣嘢係冇一個標準嘅答案。咁如果你想要嘅係一個安樂窩，想要穩定，想要老咗之後唔使驚俾業主趕走，咁你買樓咧有自己嘅物業係值得嘅。咁即使樓價貶值，咁佢嘅維修費會好貴。咁但係呢份安心感就絕對唔係租樓可以俾到嘅。咁如果你買樓嘅目的係想升值、想輕鬆收租，但係亦都想隨時走人嘅話咧，咁你就要諗得非常清楚。因為喺日本買樓最驚嘅唔係跌價，而係驚你想走都未必走得甩。咁我今日拍呢條影片就唔係話做咩大師啊，教大家點樣理財啊發達。我只係想分享一啲我個人嘅諗法，咁同埋我老公個20年之後嘅反思，佢嘅真實嘅經歷。觀眾朋友，如果你衡量過，你覺得即使維修好煩，啲稅好貴，咁但係你依然都好想喺日本呢個地方咧擁有你自己嘅 sweet home 安樂窩，咁你就去做啦。因為人生好短，我覺得最緊要就係過到你自己想要嘅生活。咁如果你覺得我今集嘅資訊幫到大家，咁就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咁我頻道今年嘅目標係可以完成3萬訂閱，希望你可以成為陪住我成長嘅一個。多謝大家嘅支持同收睇，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